族人民称肉食为额丹伊德，意为手扒肉，就是手抓羊肉，有着浓郁的游牧民族特点的名贵佳肴，是蒙古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食佳品。寿司，蒙古民族的节日礼宴，是蒙古民族饮食文化的精粹，一般译为午茶、羊被子、全羊是最尊贵的食品。蒙古秘史就记载成吉思汗用全羊祭天或在喜宴上待客的风俗。过去除了祭敖包、神佛、供奉成吉思汗和那达慕会，才向王爷、士官、国喇嘛及祖宗们放全羊寿司以外，普通人还享受不了这种待遇。如今成了待客的宾客最高礼节，广泛流行在草原。手扒肉是蒙古民族千百年来最常使用的传统食品。近代民俗资料《蒙奇盖棺》中云：食肉在半熟略熟之际即刀割而食。蒙古人之通常之食量颇巨，每日饮茶10数碗，餐肉10数斤，饥甚颇有食全羊之事。然偶直3、5日不食，亦无关也。蒙古民族常把鲜肉用来煮食，手扒肉煮法是把羊按关节带骨分割成数块，置于凉水中去煮，煮的不要太老，不加任何调料，加少许盐，用大火保持原汁原味。适当控制火候，只要肉已变色即可食用。肉鲜而不膻，肥而不腻，易于消化。一手抓肉，一手持刀，边割边吃。蒙古族富有特色的肉食品很多，例如烤羊、炉烤带皮嫩羊、手扒肉、大炸羊、烤羊腿、蒙古包子、羊被子、干肉、盘肠、肉肠、羊下水等传统美食。肉制品是蒙古族的主要食物。据《黑达事略》记载，蒙古人的肉食品主要来自狩猎产品和家养牲畜。狩猎得来的动物包括野兔、鹿、黄羊等等，而平时食用的主要是家养的牲畜，以羊、牛肉为主，很少以驼、马为食。蒙古人世世代代把乌兰伊德广泛而普遍地继承至今，在漫长岁月，它成为蒙古族的主要食品。额丹伊德自从它的成熟时期到现在，随着蒙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时代特色，内容上也有了新的发展。蒙古人在春节、那达慕盛会等活动中经常食用全羊面、烤全羊、羊脑烩菜等肉食。蒙古族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，受其地理环境、资源单一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所影响。目前草场严重退化，牧民饲养的牲畜头数大大减少，饲养成本加大等因素导致肉食价格一路上涨。额兰伊德文化甚至有些地方开始被人们所忽视和遗忘，因此需要政府加大保护力度，使之这一古老的饮食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护。Nama